你嘅財富磁場錯誤。就算你點努力，都係為人做嫁衣。上個月呢，有位做港股資本操作嘅企業老闆揾我呢，佢話公司業績連升3年，但係資金永遠好緊，唔敢擴張，一搞就出事。咁前排呢，就先賠咗個創投項目呢，就800萬啦。咁話佢啲財務呢，好似有黑洞啦，總有地方係洩漏。根據數字能量學統計，當電話號碼或者身份證數字藏有變化加突發組合，就算有財星照住，都會勁破財。例如189、246、463、632、798、871、971就會形成一種漏財磁場。即使你好有能力賺錢，但係一筆又一筆突如其來嘅開支，或者突然投資失利、員工離職、賠錢項目、官非，甚至親人出現病痛要出錢，你會覺得好辛苦勞累，好似成日喺條財務上面走鋼線咁。咁長期缺少財富嘅安全感，導致你嘅決策效率低，錢未落袋，心都已經不安。我幫企業老闆睇完電話，即刻搖頭。佢入邊有363加317兩組變化交叉，又冇成功數字幫佢穩定運勢。佢話咧，一直覺得自己係行財運，點知一睇原來係行緊漏財運。我幫佢重新調配個新嘅組合，終於幫佢穩定到內部現金流，而且今個月獲得一間跨境物流企業注資1000萬，資金鏈重新穩陣翻。你想成世幫人賺錢，定係開始幫自己建立財富？嚟緊5月，為大家安排足本2個鐘嘅國際玄學數字線上分享會，教你點樣調出真正留得住錢嘅成功磁場。